最近传出真侪疑似性侵害的嫌犯拢有前科哦，煞阁有接触囡仔，搁再犯案的机会。早起就有立委甲家长、各民间团体开记者会，伊呼吁卫生福利部得爱惜儿童工作证的制度，避免才有犯罪记录的囡仔，搁有接触囡仔犯案的机会。建制儿童工作证，阻断二郎再犯机会。有一位新北市受害儿童的老爸 A 先生，由立委陪同，找伫早起伫立法院开记者会，因为伊的囡仔伫咧儿童在艺班，被老师强制性骚扰长达4年，报警了才发现受害人数有到10几个人，而且这位老师早就性犯罪前科，竟然还会人转到教学现场继续犯案，让家长真生气。即使我们已经灌输了他好几年这些观念，但是他还是忍受了很久，他还是压抑了很久，直到他真的受不了了，他才告诉我们这件事情。民进党立法会员范云讲，伫即马现行的无信力人权资料库实行已经真久啊，而且至少6大缺失，包括无需要立案的儿童工作场所，像夏令营、小型在艺班，就免查询工作者的背景。儿童相关工作的类型真侪种，无法度全面的监管。若是无好好查询，就可能错绑恶龙再犯，伤害囡仔。无适任资料有公告的期限，若是过期就无法度搁查。伫即马查询的权限也个严格规范，家长甲一般民众拢无法度查到，而且就算是查到，也无法度禁止老师搁去别的单位工作。所以要求卫福部建立儿童工作证制度。它就像是儿童保护界的良民证，让所有接触儿少的工作者，那些工作者自己必须要先查核申请哦。儿童工作证它可以视为是一个加强版的良民证，那它就会涉及到相关不同政府机关资料的串接哦。那因为都是一些比较隐私的个人资料，这个绝对需要有一个法律的授权。范云讲，纽西兰、澳洲等国家拢已经伫咧推送儿童工作证制度，来确保儿童的安全未受侵害。所以将会提出《儿童加少年福利加权益保障法》修法草案，甲儿童工作证法制化。对此，卫福部回应讲，修法就要跨部会合作，会进行讨论可行性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